续来看这个南投八卦山附近奶子甲邻境的蜜源是真稳定，有真侪饲放人家会来遮放蜂来采蜜，但是今年雨水较侪，采收的情形毋是真理想，所以咱的乡亲若是较爱这个新鲜的蜂蜜，就要赶紧去买哦，要若无就要等明年咯。最近是蜂蜜采收的季节。 南投八卦山附近，因为种真侪奶枝树和菱茎树，嘛吸引真侪农民来遮采蜜。南投这边整片山都是有很多荔枝的花，所以我们才来这边采蜂蜜。这个批需要大量的蜜蜂来授粉，农民嘛需要采蜜。消费者上惊的就是买到假的蜂蜜，在地居民嘛来解说讲要安怎分辨。这个真的蜂蜜摇一摇，因为它有花粉，它花粉很多，所以那个气泡是。 很慢消退，这个气泡就是它采蜜的过程中产生的花粉，花粉产生的一个酵素。今年因为雨水较济，采收的状况无真好，介意蜂蜜的民众爱把握时间，若无干耐使等到明年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